整完3個月之後嘅今日，我淨係想講，我唯一後悔嘅就係我冇早啲去整，畢竟係由咁樣變咗咁樣喎，係咪都好大分別先？就係去整咗牙貼面。Hello， 大家好，我係 Shirley，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整牙貼面嘅一個原因啦，整嘅全過程，同埋整完到而家差唔多3個月嘅時間嘅一個體驗。首先點解我會去整牙貼面呢？因為只有牙貼面可以解決我2個問題。第一係我本身嘅牙齒唔夠白，我之前有戴過5年嘅隱形牙箍，大家都知道戴牙套呢樣嘢咧，好容易焗到啲牙齒變黃㗎，令到我之前見人啊、上鏡啊，對於我自己嘅笑容都冇咁自信。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天生嘅牙齒係比較細粒啲嘅，令到嘴唇同埋牙齒之間嘅比例冇咁好睇。正常嚟講，講嘢嘅時候應該要自然咁樣露出2粒至3粒牙齒。我之前咧就淨係可以露出下排牙齒，因為上排牙齒太細粒。而牙貼面咧可以幫我延長翻上排牙齒，再加上美白，保養得好嘅話咧係可以 last 到一世嘅。所以對我嚟講係一個一勞永逸嘅醫美項目。我之前去東京選美嘅時候，有問過啲女仔點解啲牙可以咁靚、咁整齊、咁白，仲要咁自然。哦，一問先知，原來全部都係整咗牙貼面㗎。而我嗰陣係連有牙貼面呢樣嘢都唔知。有啲人可能會講，你想美白，點解你唔去試下冷光美白啊？咁我係有試過嘅，但係我真係唔建議大家去做。一嚟好酸痛，牙齒會越做越敏感；二嚟係因為佢唔可以食深色嘢，否則即刻黃翻。如果市面上想要靚得嚟又健康又安全嘅話，都係箍牙或者牙貼面。大家記唔記得我整完之後 po 咗個 story， 跟住第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幾多錢啊？呢個最後會講。第二多人問嘅問題就係痛唔痛㗎？我可以答咗你先，就係唔痛嘅。我諗好多人問痛唔痛都係因為知道有磨牙呢個環節。喺牙貼面呢個項目中，磨牙係唔可以避免㗎。因為如果你唔磨牙嘅話，個牙貼面直接貼落你自己啲牙度，係會甩翻出嚟嘅，係會唔實㗎。你要磨一磨平個表面，貼上去先至會實。正常嚟講，磨牙係唔會痛嘅，就好似你整指甲前要先打磨甲面咁，磨完之後都係正常食飯，唔會有任何嘅酸痛感。同埋我要建議大家盡量唔好揾一啲要落麻醉先可以磨牙嘅診所。要落麻醉代表你會痛，代表佢要磨走嘅牙會比較多，牙齒損傷大咗咧，其實真係唔值得。我見過幾個台灣 YouTuber 去整牙貼面嘅嗰啲 vlog，都係俾人落咗麻醉咁樣去磨牙，都係瞓醒跟住照鏡先知，哦，原來牙罅都開埋，跟住牙齒被磨得好薄好薄，咁樣係唔好嘅，因為你之後嘅牙齒係會怕冷怕熱，同埋會好敏感。牙齒呢樣嘢唔會再生翻，所以一定要謹慎選擇你嘅醫生。一個好嘅醫生係會當你每一粒牙都係寶貝咁錫㗎，係唔會磨走咁多㗎。咁我係點樣揀診所嘅呢？我第一個原則係我唔會用健康去換美麗，所以我唔會落麻醉，但係我都唔引到痛。咁呢樣嘢咧就好考驗醫生嘅技術。第二，我要整完之後可以正常食嘢，係要即刻可以直落打邊爐嗰隻，唔可以怕冷，唔可以怕熱。而我間診所都有做到嘅。第三係醫生嘅審美要夠好，我唔要一式一樣嗰種流水線嘅微笑。Angelababy 排牙好靚，但佢未必啱我，未必啱你。所以醫生要識得結合翻你本身嘅五官、氣質、年紀去設計翻一款屬於你嘅牙貼面。要唔要整個副牙出嚟？如果要延長嘅話，係延長幾多？呢一啲都係你要逐樣同醫生去傾嘅嘢。整牙貼面嘅全過程係點樣呢？咁你至少要上去2次嘅，一次係面診，一次係安裝。第一次去就係去面診啦、磨牙啦、3D scan 你排牙啦，睇下你啲牙齒係咪健康，係咪適合整牙貼面，定係你要箍牙先呢？確定你啲牙齒係可以整到牙貼面嘅，咁就可以去影相同埋去錄你自己講嘢嘅片，睇下你講嘢嘅時候嘅露齒度係幾多，咁樣可以確保你整完之後講嘢嘅時候啲牙齒同埋嘴唇嘅比例都係靚嘅。同埋當場就會有 AI 嘅設計圖俾你睇下個效果，整完之後個效果係點樣。咁我覺得 AI 個效果圖其實係唔準㗎，因為我整出嚟係靚過 AI 圖好多，同埋自然好多嘅。咁第二次上去就代表你嘅牙貼面已經 ready 好俾你試戴。我第一次試戴嘅效果係咁樣嘅，我係好滿意嘅。
畢竟係由咁樣變咗咁樣喎，係咪都好大分別先？如果試戴嘅效果唔滿意，都可以調整到你滿意為止，再進行安裝。我安裝嘅過程物理上都係冇感覺嘅，但個心咧係卜卜跳，因為好期待、好興奮，感覺終於可以了結一件心頭大事啦！我係非常之滿意同埋推介我嘅醫生，但係我係全自費去整㗎，所以我唔會喺呢度公開診所個名。大家感興趣嘅話咧，可以 DM 我會 send 診所嘅 WhatsApp 俾你哋，跟住你哋自行去溝通。整完3個月之後嘅今日，我淨係想講，我唯一後悔嘅就係我冇早啲去整，因為我本身都係 ENFP 中意笑嘅人嚟嘅。整完牙齒之後會令到我更加可以做返自己，我嘅人緣同埋運氣都有變好，工作機會都有多咗。我真係唔係同你講笑，一棚靚牙真係會招財㗎。我整完唔夠1個月，已經喺港珠澳3地嘅電視上面都見到棚牙。我有聽過 KOL 話整完牙齒之後桃花會變黃，牙齒係可以令到一個人成個面相都變晒嘅，所以無論你整唔整牙都好，都記得要愛護自己嘅牙齒。好，最後啦，我整咗咩材質同埋整咗幾多錢呢？咁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材質嘅，例如話美國靈西瓷、樹脂、藍瓷等等，大家可以根據預算去選擇。診所嘅地點喺深圳，但係99% 嘅客都係香港人，收都係收港紙，同埋來回嘅交通都完全唔需要擔心，有中港商務車車接車送，你瞓一覺就到診所㗎喇。因為喺深圳整牙呢個性價比真係太高啦，所以揀材質嘅時候我都冇猶豫，我係揀咗市面上最好亦都係價錢最貴嘅美國靈西瓷，佢係最堅硬嘅材質，咬骨都唔會崩，同埋有自然嘅牙紋，而且佢永遠都唔會變色。我整嘅係最基本嘅16粒，上面8粒，下面8粒，咁價錢就係35,000蚊港紙。你拎住我條片去揾 WhatsApp 嘅姐姐呢，就會有500蚊嘅優惠，咁就係34,500蚊啦。另外仲有10年嘅質量保證，終身嘅免費洗牙。香港客同埋澳門客都享有商務車車接車送嘅福利。係啦，如果你好似我咁有戴開保持器嘅朋友，佢都會送一副新嘅保持器俾你。有咩想同我講，或者有咩問題想問我，都歡迎喺 comment、喺 IG、喺 email 任何地方同我講。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